因为这西南气流的影响，屏东的恒春地区对2到今天开始就落大雨，到今下晡3点半为止，这雨水量已经超过250毫米啊。当地龙峦潭大排呢，是因为未付消透，规个水是拢填出来，附近各路条车路也拢变做是淹水的情形，着游客赛车要去到民宿，却是无法度经过。另外，县政府也针对满洲乡分水岭部落41位居民做预防性撤离，要确保大家安全。风假雨一直升过来，民众互相压力撩水在行。屏东恒春地区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，对2到饭店到下晡3点半为止，已经落超过250毫米的雨。雨落规暝规日，也各量水里的龙峦潭大排未付消透大水，规个水已经满过花，淹起来车路，造成几路的路段因为水淹上深，拢封起来。有游客赛车要去民宿，看到袂当过，只好翻头。民宿业者讲，这是伊头一摆看恒春落这么大的雨。今天就一组客人啦，对，一组客人。因为没有遇过这样子。我是没有遇过啦，对，因为他昨天的雨下很大，今天真的很严重。那最深到哪里啊？最深就还可以看到路啦。今天就真的都没有看到。除了大排一体以外，垦丁南湾也因为风景上大，插红旗禁止游客耍水。因为惊雨继续落，山区会出现灾情，官府也赶紧安排满洲乡分水岭部落居民做预防撤离。拢总41位民众陆续坐车来到收容中心。下面是一个河道，它被河道冲刷完之后，整个房子都倾斜，基本上就是龟裂。然后最近就是有好大雨，就是怕到时候房子会有问题。目前有41位呢，进驻到我们这个小丑鱼的一个收容中心。那后续晚上下班后还有10位哈。那我们非常谢谢乡亲的配合，族人的配合哈。因为极端气候恶暗算，高雄屏东地区2到拢是停班停课。高雄地区过到后也开始刷刷落大雨。第3面区的河川街者因为地势较低，接淹水，有民众规气甲奥多摆刷起伫天桥顶悬档，当地徛街也先将杂水绑倒起来刷地啊贴无好。这全的防灾准备，就算到时无淹水，嘛会当救一个心安。记者柯明在柯家族、柯昭阳、高雄屏东采访报道。